大家好，我係梁啟峰 Kevin，寶鋼工程有限公司嘅董事。我爸爸梁偉強先生喺1987年創立寶鋼工程，喺內地自設廠房，專注金屬製品同搪瓷鋼板嘅研發同製造。由細到大，我喺香港唔同嘅地方都見到爸爸有份參與嘅大型基建。呢個亦都係建築工程最吸引人嘅地方，就係項目由概念到落成，都見證住幾代人嘅歷史，陪伴我哋成長。我喺2007年加入寶鋼工程，成立業務拓展部門，推動公司由本地承建商轉型為國際市場嘅城市金屬設施 OEM 製造商，例如巴士站、廣告屏幕、藝術幕牆等等。我哋重塑品牌形象，積極參與國際展覽。短短5年間，國際業務增長超過40%。而家我哋各項嘅城市設施產品已經成功喺全球超過100個城市嘅大街小巷、建築物上邊安裝同應用。我哋持續參與多個重點基建項目，例如香港國際機場2號客運大樓擴建、中九龍繞道、11 Skies 等等。近年嚟，我哋更進一步發揮寶鋼工業同建築業嘅雙重優勢，積極參與行業嘅再工業化，成功將 DFMA 同 MIMEP 應用喺本地多個大型基建項目，顯著提升施工效率之餘，亦都大幅降低工業意外風險，保障工友嘅工業安全。喺2013年，我以 Building a Better City 為理念，創立寶鋼旗下自家品牌 City Plus， 專注於香港設計嘅綠色城市設施以及公共空間金屬藝術工程。我哋亦同本地多間院校合作，為學生同年輕設計師提供實戰平台。過程中，我哋改良公共設施嘅外觀、功能同用家體驗等等，為各項設施添加無限可能，同時增加城市嘅文化底蘊。取之社會，用之社會，寶鋼工程積極履行企業嘅社會責任。我哋嘅義工隊會定期探訪老人院，為特殊需要嘅兒童開設教育工作坊，贊助本地慈善足球隊，支援非華裔兒童同佢嘅家庭等等。而我亦都係一名災後心理輔導員，曾經去到四川省提供地震後嘅心理輔導，支援同胞嘅需要。喺呢度，我感謝香港工業總會頒發香港青年工業家獎俾我，鼓勵我帶領寶鋼繼續以創新為核心，推動香港建築工業現代化，為下一代 build a better city。